来关心凯美风台上新的状况，气象署早起跟解读海上的风台警报，也毋过受到西南风影响，中南部就要特别注意了大水河。气象署嘛，佮继续发布大水河特报，中南部佮有东南部地区会佮继续落大水河，就要特别注意哦。今仔早起，金门的航空站要飞登的台湾的旅客，人是叉。民航局嘛协调业者来开加班车。 大船旅客来到金门航空站候补，因为风台影响班机规拢乱去，有旅客已经调伫这2天，真想要回厝，不过也是补无位。现在人很多，补得到吗？不知道，希望可以。现在好多班次又取消了。对，今天也取消了。对啊。如果今天也没办法飞的话，怎么办？明天再抗战。 民航局统计，因为风台影响，拜五国内线取消25班，延误9班。对于金门大船旅客滞留，已经有协调业者开加班机。凯美风台一个离开，气象署早起就解除凯美风台的海陆警报。不过金门甲马祖拜五也是有阵风雨，另外中南部地区落雨也会继续。 气象署特别针对中南部甲东南部地区发布大水河的特报，预定后礼拜1至拜2，海面上又有热带系统在发展，而且真靠近台湾。菲律宾东方海面还是有一些热带云束在发展。那这些热带云束呢，有可能随着季风槽的推进，随着时间的推进，在礼拜1、礼拜2的时候呢，比较接近我们台湾附近啊。那不排除在里面呢，可能有热带系统的发展。 回顾凯美风台侵袭台湾期间，中南部地区落雨真激烈，高雄、岛那林道累计的雨量突破1800毫米，屏东的尾寮山港超过1500毫米的雨量，嘉义本基湖、宜兰太平山、台南关山嘛拢有超过1000毫米的雨量。 气象署分析，凯美甲莫拉克风台同款拢是因为外围环流甲西南风透南的影响，为中南部带来强降雨。不过莫拉克影响台湾的时间较长，所以所带来雨量嘛佫较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